继续来到苗栗的头份，有一间车厂的头家开60万为瑞士买一对乌片羊马仔，前后生2只羊马仔囝。但是羊马仔妈妈重男轻女，敢若甲哥哥饲奶，妹妹拢下咧互巴肚枵，所以头家就甲羊马仔妹妹带到车厂，亲手来饲奶照顾。经过2个月，羊马仔妹妹慢慢大汉，前后生奶，头家行到达就对到达，员工甲人客拢甲笑命命，将做镇店之宝。这只白色羊仔伫个保养厂内底，安尼骗过来骗过去，一直听到头家伫甲叫名，真欢喜冲过险险啊厝倒。跟小狗一样。对啊。苗栗头份这间保养厂的头家，准年开60万为瑞士引进一对外来乌片羊，生2只囝。不过呢，这个羊仔某呢重男轻女，某拢无爱饲，头家只好家己饲。毛有脑膜。对啊。这只羊仔2个月大，真健康，白色毛真软，互人想要甲摸一下。这个面是乌噜噜，强要看无目睭，真古锥。这个羊仔颔骨挂一个铃仔，伫个厂区内底咧行来行去，业者行到倒位，伊就对到倒位，搁会讨冷来占。很难。头家镜头一个窜出来，伊呢一二可能是巴肚枵啊，所以讲其他员工赶紧甲斗饲奶。高兴到尾巴一直。因的哪食奶哪调整角度，真古锥，员工甲人客拢烧钱要加饲，成为镇店之宝。是讲这只羊仔会大只，嘛袂当一直饲伫保养厂内底。头家打算等这只羊仔断冷了后，就甲送去繁殖场，由专业的人员接手，会得到更较好的照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